人讲老的老布丁，少年的靠打拼，来看到台中这个阿嬷，互人学了老懵老，还佫会补土豆。豆这个篮球底功夫真在八，有够熬。到一个姓涂的民众，亲目睭看到阿嬷伫咧4回合，双手拢无停，将其买到737分，已经超过这个期待717分的纪录。影片一个铺上网，真侪网友拢看甲啪啪啪，讲这个阿嬷已经有岁啊，功夫还佫遮尔老，真正是万地深刻。 这个阿嬷徛伫投球机头前，倒手提球，正手投球，一球、两球、三球，全部拢投入去。阿嬷的速度足紧的，互边仔民众看甲目睭无转轮。第2回合投完，阿嬷的分数有442分。后一个回合开始，阿嬷的手就敢若拢袂酸咧，佮用同款的姿势投球。时间要到的时阵，分数已经超过700分啊！ 4个回合投完，拍破本来期待717分的纪录，上尾甚至是737分，平均1秒摕到4分。影片铺起哩网络，网友留言讲 NBA 阿嬷老的老布丁，佮有人跟酸笑讲，伊的孙一定定定咧讲，阮阿嬷嘛比你较厉害，不输年轻人。 然后重点是还很有活力，以他的年纪来说，真的是很棒、很厉害的。阿嬷耍投球机的地点就伫车头附近的百货公司内底。这个投球的阿嬷姓张，已经60几岁啊，骹手也是一米了，投球超逐球拢有入。伊到底是安怎练呢？我能轻大同小异啦，我能生巧，没什么撇步啦。 阿嬷真爱耍投球机，唔但健身，佮会当排解压力。因翁嘛会甲伊做伙耍，两翁仔某一礼拜有2天会来游乐场耍投球机，一个耍就耍10多年。这回互民众看到伊投球投甲标准的，真正敢若会当叫伊高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